咱来先甲祈祷。亲爱的弟兄弟，阮要来三甲看阮的主的这个比喻，放荡主的比喻。阮对细汉都咧听，有几个信息帮助阮，互阮看出阮的主的比喻的奥妙，利益伫阮灵性的生活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毋知影恁感觉安怎？一般人吼，对阮牧师的讲道吼，对阮牧师的讲道吼，有诶感觉听无以外吼，恁捌听着牧师的讲道，恁听无？听无以外吼，第一平常的 complaint 是吼，讲遮久，讲遮长吼。有影，阮做牧师的实在爱注意啦。这实在是有影。老实讲，我有时仔伫听讲道的时候，我一寡同工哦，当然我袂甲恁讲啥人啦。你听伊讲哦，都想讲讲不遐久啊，都想讲伊伫要煞啊，无佫开始，佫开始佫讲几60分，你捌拄着迄无？因为我毋望我的讲道无互恁即落感觉啦，我可能毋望安尼，所以我拢有讲啦，我毋敢无讲，我别讲，我真正有影毋敢。总是我想哦，毋是干那阮做牧师会安尼尔呢。你捌拄着迄个人哦，伊举着麦克风的时候讲袂停，都想讲伊会煞，袂煞，直直讲。我伫加州的时，捌伫1997年的款，教会有一个学生上过身哦。1997年，已经90几岁，迄阵啊90几岁过身。因的家族叫一个对1922年就甲这个学生上熟悉的吼，来讲伊的个人履历啦。迄是拜六早起哦，阮就爱过去火葬场诶，时间排甲足密的吼。互伊讲个人履历哦，讲20分钟久，才讲到1947呢。吼，阮是急到要死，因为都是有即个代志哦，都是有即个代志。但咱今仔日读即个放荡主的比喻，咱大家对细汉拢伫听哦。你敢无感觉耶稣有即个问题呢？耶稣迄个毋知通煞的问题。我咧讲放荡主的比喻，放荡主咱拢咧听嘛吼。对主一个少年人，甲因老爸讲你分财产我，因老爸分财产咯，伊去开了，去饲猪，无法度收厝，转来，老爸甲伊欢迎安尼吼。真简单的比喻吼。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加拿大人的牧师，伊甲我讲哦，这个故事足简单，三句英语就会解决。我做 sick of home, homesick, go home， 安尼，住厝诶，住甲足压榨啊吼，甲老爸讲你分财产我，出去 sick of home, homesick， 都饲猪饲甲无法度想到厝 ，homesick 想厝转去，就有影呢，就是安尼。但伊要转去吼，老爸反应会安怎吼？老实讲，伊毋知啦。老实讲，伊毋知。上歹是因老爸生气，甲赶出去。总是咱知影，因老爸无安尼，老爸反应毋是安尼。对这个放荡囝来讲吼，这是 happy ending， 这是 happy ending。老爸出去迎接伊，拄啊，咱读即马新约的圣经翻甲足台湾话，恁拄啊听这神咧读，你就感觉哪像咧读故事吼，翻甲足活的吼。该浸，该抱，摕新衫互伊穿，该挂手指，佫抬牛仔来庆祝，抬一只牛来庆祝。老爸完全无追究伊，
追究伊的过去，嘛无问伊讲你钱是安怎开的，只有欢喜伊即个囝倒转来。伊讲我即个囝死有过活，失落个得着。你敢无感觉耶稣即个譬如若讲到遮吼，Happy Ending 都足好啊嘛，敢毋是？吼，这结束就足水啊，规家伙啊做伙安尼感谢上帝。无，伊阁继续讲，迄时伊的大囝伫园里。这哪亲像哦，故事就结束啊，就遮尔圆满啊！你这讲迄个大囝，讲一个，搁一个开始另外物件。那有一个有圣经学者讲哦，这个大囝的部分哦，是尾个人加起哩。我无同意啦，因为耶稣开始就讲某人有两个囝，本来就是两个囝，就是个大囝甲迄个放荡主，伊的哥哥甲伊两个，啊甲老爸，这个故事内底三个角色，这个三个故事内底，耶稣有安尼讲，所以这毋是耶稣想到才加起来，毋是耶稣故意安排这个伫遮。你敢知影？这个放荡主的譬如吼，是耶稣所有的譬如第一段诶，对11节到32节，所有的譬如无遮长诶，拢真短。伫这个譬如的内底，我今仔日讲道题目讲大囝，我毋是要讲放荡主，要讲大囝。这个譬如内底，咱敢若伫开始到上尾啊，看到这个大囝。咱毋知影，伊对伊小弟要求伊老爸分财产的时，伊的反应安怎？耶稣无讲，耶稣嘛无提起讲，因小弟出去的时，伊到底有想因小弟还无？还是甲问因老爸讲，迄个出去你有啥物消息无？拢无，咱拢毋知伊安怎。咱敢若知影伊对因老爸对小弟的疼，伊足毋愿的，伊足毋愿的。伊知影伊家己尽本分伫厝里做工固守迄个所在。老爸咧想伊的小弟吼，逐日坐伫遐念看看，迄个小弟当时会转来吼，敢若甲伊拢无关系哦，敢若甲伊拢无关系。啊，伊的小弟离开厝，老爸伤心，转来老爸欢喜，伊敢若甲伊拢无关系的款。啊！伊听对外口听见内面咧唱歌跳舞，伊才知影讲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啊！伊知影迄个因小弟转来，因老爸咧庆祝的是，伊受气毋入去。我逐摆若用即个放荡主的譬如讲道吼，我拢想到我咧读神学院的时，一项足趣味的代志。阮咧读神学院讲道学的时候，阮的老师叫阮用这个譬如，大家写一篇讲道。阮迄班15个写出来讲道，大家拢无共款，足趣味的哦。所以圣经哦，真正是真趣味的一本册，15篇讲道拢无共款。我上会记得吼，阮迄班有一个女生。迄个时阵，女生读神学系足少的。伊写的讲道讲吼，迄个放荡主会出去放荡吼，都是因为无老母啦。这真趣味的吼！我会记得我分配着我读伊的讲道啦。阮爱交换读讲道，再来互相批评哦。我会记得我读伊的讲道啦，伊讲甲迄个详细我袂记。我敢若甲讲，你这篇吼无亲自摕来讲足好诶。有影，你咧想讲放荡主会出去放荡，是因为无老母无？真趣味诶看啊咯！我写啥呢？我写讲哦，踮伫厝内诶放荡主。我伫讲这个大兄啦，我讲踮伫厝内放荡，我主要是讲哦。这个大囝哦，甲老爸做伙大有影，伊无去放荡有影，总是吼，伊完全袂当体贴伊老爸的心情。
肉体上伊是甲因老爸做伙无毋对，总是精神上、心灵上，甲伊的老爸完全无做伙。所以我的结论是讲，这个譬喻内底毋是干那一个放荡主，两个拢是放荡主。我会记得读我的讲道，我迄个同学吼，伊甲我讲吼，你对这个大囝吼，伤过刻薄啦，你无应该遮尼歹。迄阵啊，还阁少年哦，我当然毋认输，我甲伊辩到要死，我敢若会记，辩安怎我袂记诶啦。反正我永远袂毋对就是啦，我都甲伊辩啦。我敢若会记得安尼两点，可能是年岁，可能是经验。我即马同意我迄个同学对我的批评，我有影伤刻薄，甚至我吼。会欣赏这个大囝，会欣赏这个大囝。因为伫这个譬喻内底吼，耶稣毋捌讲迄个放荡主出去放荡是对，无，伊嘛无讲这个大囝伫厝里帮衬伊的老爸毋对，伊嘛无安尼讲。事实，咱伫讲放荡主的譬喻吼，拢讲伊悔改安怎吼？有的牧师讲甲煞吼。你要做基督徒以前，就出去放荡一个，再转来做，安尼才有成。绝对无这个意思，耶稣绝对无这个意思。耶稣无讲放荡主所做的对，伊嘛无讲伊的大囝安尼毋对。我要讲的是，这个大囝用伊的努力、尽本分，伊无诚做任何人的负担。你要安怎讲，伊拢袂要紧。总是伊是一个真可靠的人，伊无互人失望。伊甲伊的小弟完全无共款。你敢捌想？若无这个大囝，若无这个大囝，迄个放荡主去放荡一年了，要转去厝的，要转去倒？哪有厝通转去？感谢上帝，咱的世界吼，大半的人拢亲像这个大囝，忠实伫伊所受交代的工，照起工纳税，互咱的社会会当真顺利运转。譬如讲，你有紧急的代志，卡911，你敢捌想？感谢上帝，遐接电话的人无啉甲醉茫茫，佫知影讲你的问题要找什么所在，甲你帮衬。这些人有经过训练，忠实伫因的工作。还是你去市场，不管你当时去，底下拢有青菜、有肉、有逐项通互你买。有钱无一定买有物件呢，是伫咱无看见的所在，甚至咱完全毋捌想到的事。有一寡亲像这个大囝的人，因真拍拼，忠实伫因所受交代，咱的生活才会当遮尔方便。那假使大家拢亲像这个放荡主安尼出去浪连流连，你想咱的世界、咱的社会会变做安怎？若是安尼吼，若是安尼，耶稣是安怎安排这个大囝伫这个故事内底？我想真久啦，我想到尾后，我敢若想一个尔。耶稣是要用这个大囝教示咱。关系咱的信仰，甲对咱的信仰，咱所产生出来的行为，咱安怎对待人，咱要安怎处事的态度，这我确定会阁讲吼。我也相信，伫这个展处看这个大囝的时，伊有通嫌的所在。
我拄仔讲伊的生活方式 lifestyle 无毋对，伊的小弟的 lifestyle 毋对，耶稣嘛无学了因小弟，嘛无嫌即个大囝。耶稣讲即个譬喻的目标吼，是针对遐法利赛人甲迄个经学师，当时定定咧找耶稣的麻烦遐人。因的信仰有敬虔，总是因无听心；因的德行无问题，总是因袂晓赦免，因袂晓怜悯，因袂了解耶稣是安怎拢甲遐抽象的，因看做是有罪的人，耶稣是安怎一日干拢甲遮个人做伙。所以耶稣不是用譬如找机会，要互因知影上帝有教义的恩典甲疼心，上帝会怜悯人，会赦免人的过失，无论迄过失是偌尼大的过失，上帝拢欢喜赦免。这个譬如的假使。对咱21世纪的人，特别咱做基督徒，真适用的。讲起来吼，真悲哀啦，总是就是不些趣味的现象，都是吼，愈敬虔的人哦，愈正直的人哦，愈袂晓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。你捌伫拄着迄个人无？伊足有影真热心有影，总是吼伫教会吼，大家拢袂使，我即满拢无咧讲啥人哦，我即满你毋通想讲我咧讲啥人，这是咱爱反省的所在。真正的真敬虔无毋对，总是因袂晓了解上帝恩典。这是咱教会真严重的问题。逐摆若有啥物灾祸发生，最近是啥物代志我袂记得。最近有一个代志发生，哦，迄个 COVID-19， 有一寡基督徒真正讲，这是上帝在刑罚遐同性恋的人。恁捌看到这个新闻无？真正安尼讲呢？这实在是真危险的信仰。咱伫教会内底，咱拢在讲恩典，总是外口的人看咱是律法主义。咱在讲赦免，因为你捌看到无？伫咱教会内底，你都毋通做毋对。你若做毋对吼，有一寡遐听主的兄弟姊妹吼。一直甲你讲，互你惊你袂记得。咱随讲咱伫耶稣基督内面接受上帝的恩典，总是咱常常袂记得，教会是为着有罪的人，教会毋是为着义人。耶稣知影咱有这款软弱。所以用另外一个譬如，伫警告咱。伫马太第18章，伊讲一个譬如，伊讲有一个人欠伊的主人足侪钱的啦，伊的主人嘛知影你一生无在条刑活啦，所以伊赦免你。有一日讲好，我拢无要甲你讨啊。总是这个人出去外口，看到一个伊的同事欠伊偌济足少钱。哦，伊毋放伊煞，甲告，甲互伊掠去关。伊的主人听到即个代志的时，足受气的。因为即个代志，咱常常在看，敢是？我无偌久以前去美国，我毋是咧批评因，甲一寡台湾人的朋友咧讲话时，我讲到美国最近发生对这
所谓非法移民的代志哦。我老实讲，我真 shock 哦，真侪咱台湾人的朋友吼，拢总赞成呢。我知影美国这个问题真大 ，Trump 安尼做对毋对？我毋爱伫遮讲，总是我是要讲咱台湾人咱家己本身，咱袂记得咱原来是移民呢。即马咱摕到国籍啊，咱完全咧反对遮人代志，这敢毋是足讽刺的代志？我知影，我爱讲这爱真细致，我知影。所以我头一个我想到就是，咱拢是移民，敢毋是？假使咱是移民，咱原来互人安尼掠的是，咱会安怎？竟然有个人讲安尼无毋对，对毋对？我甲你讲，我毋知。总是我直接想到，就是想到这啦。这就是耶稣讲的，敢毋是？顶世纪吼，有一个神学学者叫 Joachim Jeremiah， 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， 今仔日 PowerPoint 就干那一个尔，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这个人哦，这是德国人，这是迄个我学生时代吼，读伊的册读足济，因为迄种原文的吼，拢对德文翻来，干那图书馆有尔。我若要写神学的迄个读册报告，我拢去看伊的注解。伊的注解足好诶，伊顶载翻译路加15章第7节，路加15章第7节是耶稣吼，路加15章咱今仔日读诶吼，耶稣连记3个譬如，头一个是一只羊仔走无去，牧者放99只去找迄只，咱知影迄个嘛吼，啊，搁一个是一个查某人有10个银角啊。碰见一个，伊点顶扫涂骹去找迄个，耶稣在讲是10个啊，拢去找，啊，上尾啊，就是放荡主的譬如，真趣味的代志，你甲看数字哦，对100个只羊放99只去找一只，10个牛仔对100变10，去找一个银角啊，啊10。变做两个囝，从中间一个走去，这真趣味的，真趣味被摆来的方法。Jeremiah 说，就是伊顶载翻译这则圣经，替阮遮的牧师解决真济代志。迄个圣经的原本是安尼，耶稣讲哦，耶稣找到迄只羊了，讲上帝欢喜，伊讲我甲恁讲。歹人中有一个人反悔，就伫天顶，就伫天里，也要为着安尼为伊来欢喜，比为着99个义人毋免反悔搁较欢喜。问题伫倒呀？问题伫迄句毋免反悔，99个毋免反悔，啥人毋免反悔？啥人毋免反悔？真歹解说，敢毋是 ？Jeremiah 说伊安尼翻，伊翻做我读互恁听就好啦，我读互恁听就好。啊，这是英语的啦，我读互恁听就好。伊讲耶稣对遐批评伊的人讲，我甲恁讲，歹人中有一人反悔，就伫天里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，比为迄99个无犯大罪的人搁较欢喜。毋是毋免反悔啦，无犯大罪的人。因为咱大概拢是即落无犯大罪，咱无出去杀人放火啦，咱也无去共拐钱，拢无啦。总是吼一句话讲，大过不犯，小过不断，咱拢迄款人啦，敢毋是？咱拢是即款人啦。Jeremiah 这个翻了足好诶，伊讲是英语叫做吼 ，never commit gross sin， 无犯大罪诶人啦，咱拢无犯大罪啦。
因为我读到一个故事啦，这个故事当然是人写的。咱今仔日往那读路加第18章，耶稣讲另外一个譬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去上帝面前，甲上帝讲：我偌好拄偌好，啊，一个抽样的去上帝面前讲：我我犯足大的罪安尼。咱拄仔有听吼。我想这个故事是针对这个譬如讲的，啊，这个是人写的。讲有一个牧师有两个人来找伊，一个就是真像个法利赛人，讲我拢无犯罪，我的人足正直的，我足敬虔的安尼。啊，迄个牧师甲听，啊，另外一个甲牧师讲我实在足惨的，我伫上帝面前我常常犯罪啊，咱伫遐认罪。对这两个牧师要安怎处理？伊甲迄个讲伊犯罪犯足济个咧你这个兄弟请你去外口，伊牧师摕一个篮互伊，你去外口摕2、3块大块石头摕入来互我。所以迄个人就出去摕的，啊，甲迄个讲伊拢无犯罪个讲你出去外口去捡迄个细粒石头捡20粒来互我，啊，两个就去摕入来，毋知影牧师要创啥。啊，牧师甲因讲即摆安尼我咧讲，恁对倒位捡到这个石头佫摕转去原位放。迄个捡2、3粒大粒的迄个迄无问题，这拄仔捡伊伫对伊知啊，伊马上找着所在摕去放。迄个摕20粒细粒的石头啊，迄个要哪有可能会记得啊？因为迄个牧师甲因讲一个真要紧的假事，你毋捌犯大罪啦，你毋是毋捌犯罪啦。足好的故事，敢毋是？亲像这个大囝即款人，因毋若未了解、未接受上帝无条件的恩典，因甚至为着别人得到恩典因在受气。因感觉别人无应该必得到伊比伊更较侪恩典。老爸为着伊的小弟开 party， 伊有啥物通好受气呢？伊有啥物通好受气？伊还阁有产业，伊的小弟个拢分下开了啊，即马厝内拢伊个。这就是伊的老爸甲伊讲，囝，你常常甲我伫地，即马我所有的拢是你的，啊，你是咧受气啥？你会记得我2礼拜前的讲道，我咧在讲耶稣的譬如，一个园主出去找做工的，一个早起时透早6点出去，啊9点、12点、下晡是3点，啊下晡是5点，得发工钱的时偌济人去毋愿，因为即个代志真济呢，常常在发生啦。我会记得，其实我甲恁讲，我感觉耶稣迄个园主问遐做工的讲，我慷慨，我好款待人，你目空笑。我讲这是足大的问题，恁会记袂？我感觉迄是咧对我讲的呢。对咱大家讲的，但我要报咱看一项代志这是看出来耶稣足够讲故事，足够安排故事，伊一定是足聪明的人。这两个囝，一个出去放荡，要回来。耶稣讲，老爸看到伊伫半路回来，出去迎子，甲伊揽，甲伊斟，带伊回来。老爸为着放荡子出去这个大囝呢？这个大囝伫外口张毋入来，老爸嘛出去去鼓声伊入来。因为这个好人大囝，这个放荡的第2囝，老爸拢出去，
这是咱的上帝，这是咱的上帝。OK， 你想这个譬如的结局是安怎？结局是耶稣无讲，耶稣无讲，咱来用药的吼，咱来用药的。我是有两个可能性啦，我有两个可能性啦。头一个可能性吼，伊听伊的老爸的苦讲，伊毋听伊的老爸的苦讲，伊老爸叫伊讲，恁小弟转来，咱转来，来做伙庆祝。伊无要听，伊家己出去一个出去伫远呢。伊对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袂亲像别人贪财不义奸淫，啊，我无亲像我这个小弟放荡财产开了了，啊，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啊，我阁奉献1/10，这是头一个结局。第二个结局，伊听伊的老爸苦劝，入去欢迎伊的小弟平安回来。老爸看了非常欢喜，甲在座遐人客讲：今暗咱有加倍通欢喜，通庆祝。我这两个囝死有个活，失落有个得着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通过这个遮尔熟的譬如，这两个遮尔熟，阮常常在听的譬如，互阮搁再一摆省察阮家己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晓同情遐环境比阮较歹。甚至因的行为检查也比阮较歹，互阮无自觉，互阮知你的赦免，毋是简单为着大囝来定，还为着迄个第二个。阮知，阮毋捌犯大罪，总是阮常常在犯罪。伫你的面前，阮需要你的救恩，阮恳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